这会儿点什么手工纱呀？这会儿点了洞了房之后还能剩下什么呀？哦，你家手工纱日抛的。是。守军。 此毒名为断魂散，入水无色无味，中毒者会在睡梦之中暴毙而死，杀人于无形。您放心，他们怎么查，都查不到您的头上。还有个事儿，属下听闻这三公主唯一可取之处就是功夫了得。您带上这个。 以防万一，如有不测，少君的清白最重要。要是今晚我跟他发生了什么，你觉得是谁占谁的便宜？属下多虑了。陈芊芊暴虐成性，刁蛮专横，花园城主却偏宠此人。今晚，他死有余辜。少君英明。不顺父母者出，膝下无女者出，不安于世者出，凶悍妒己者出，身患恶疾者出。 搬弄是非者出，不合规矩者出。这7条是花园男子的7出之罪，韩某已经背过了。少君，这也是花园城的习俗。新婚之夜，谁将男子的面巾取下，男子就要追随于谁，易主，视为不贞。这一条。 韩某也可以照做。荒唐！你们花园城怎么可以如此约束男子？女人在玄虎城什么地位，男人在我们花园城就是什么地位。你个来吉，入乡随俗。这又是何物？手工纱。 哎，放肆！韩某与三公主成婚，为的是缓和玄虎和花园两城的关系。什么福德、面巾，韩某都一再忍让，尔等却步步紧逼，简直……欺人太甚！少君，这会儿点什么手工纱呀？这会儿点了洞了房之后还能剩下什么呀？哦，你家手工纱日抛的。啊，是，三公主，小的这就告退。 韩少君，哎，少君，韩少君，我们是走个过场呢，还是？ 直接进入正题啊！大婚之夜，怎么能少了喝酒助兴呢？